来继续来看这个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，进前互伊的前男朋友林炳秋动手甲拍，当时互社会各界拢着惊。高嘉瑜今仔日再度以受害者的身份站出来，甲立委还魂，召开公听会，要来杀未动机判例的条款的修法。高嘉瑜嘛透过镜头来呼吁，希望法院会当用上当的程度来审理林炳秋的案件。高嘉瑜讲，林炳秋完全拢无忏悔，国立法院甲因这受害者重伤未遂，对因来讲都是受到二次的伤害。立委民间团体排规排召开家暴法的修法公听会，要推动未动机判例条款，应该准用刑事程序，才会当保护被害人。家暴法其实，我们应该认为说，它应该改成这个亲密关系的暴力法，不仅仅是在身体上的暴力，其实现在更多的是所谓的性隐私的暴力、数位性暴力。作为家暴受害者，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希望讲用伊自身的经验唤醒社会力量，一讲到伊的前男朋友林炳书，伊的态度更较严肃。希望法院法官能够用这个最重的刑度来审理这个案子，因为毕竟在我们的案子里面，加害人完全没有悔改的意思，而且在法庭上其实也极尽的羞辱，而且污蔑我们这些受害者。在司法的方面，强烈的赞声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，但是中自动被烫的宣传影片，两位女性的民意代表拢无加讲。我之前也都已经有说过了，谢谢。并且强调讲，已经对陈时中竞选办公室表示讲，这个影片无妥当。随着性别意识的抬头，各类案件甲民意代表的立场，拢会变成社会关心的焦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